总统当选人赖清德昨开始来进行全台湾的谢票行程，伊先对高雄甲屏东开始，也讲到讲未来要做好守护国家民主体制、甲发展经济，甚至是带动南台湾发展的目标。欢迎来2024年总统当选人。疫情的假乡亲握手，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为高雄左营甲屏东开始，有计要用2礼拜时间，使台湾一连谢票。赖清德伫头一站高雄就提出未来会做好3件工作，要让国家更加强，人民更加富裕。国家要守护掉啦，民主宪政的体制要保护住啦。第二会好好发展经济。建设高雄带动南台湾的发展。赖萧培当选，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毋但是发文祝贺，也要求众议相关委员会主席伫5月就职典礼时带代表团访台。二是李众议外委会印太小组民主党首席议员贝拉会带团来台做先锋，也会拜会赖清德。前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克已经带美台商会来台访问，行政院长陈建仁接见，两人更加提起台美双重扣税问题。There's not anybody in this room who is for double taxation. If there is, please step forward. And so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in terms of getting Congress going on that. 我国政府诚挚的期盼与美国来尽速解决双重课税的问题，就美商对台投资可增加资金运用及降低税务风险，为双方的产业跟人才交流来创造利基。陈建仁表示，政府会继续投资预算，强化国内产业振兴，吸引其他国家强化投资台湾。就像去年6月已经签署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投资会协定，所落来也会继续协商，让台美经贸制度更加坚实。记者综合报道。